台湾艺术家黄土水的作品《甘露水》2月要伫咧高雄市立美术馆，和其他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做伙来展出。除了甘露水以外，黄土水也有替咱台湾汤业真有贡献的山本第二郎做一尊铜像。即马这铜像还佫伫咧日本，高雄市政府当咧致接，希望让这件作品会当登到高雄。布棚掀开，黄土水的甘露水伫高雄现身。它就是它原本的。高美馆夏季大展2月开始，展出超过20件台湾艺术家作品。高美馆特别邀请贵宾见证甘露水开箱定位。其实黄土水嘛捌替日本的山本第二郎做铜像。山本第二郎1900年来到台湾，替高雄桥仔头设置全台第一个现代化糖厂，对台湾糖业真有贡献。为着要感念讲伊的贡献。所以大家来集资，请这个黄土水先生来帮伊做一个铜像。啊，这个铜像当初就系伫咧咱桥仔头的这个设宅事务所的头前。啊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这个铜像就原来送转去日本，啊，甲载伫咧咱迄个山本第二郎先生的故乡，这个佐渡市的公园内底。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捌去参访山本第二郎的铜像，高雄市长嘛捌写批予佐渡市市长，致接这件代志，希望促成铜像转来高雄。啊，目前即马就是讲双方的这个工作算是顺利，若无意外的时阵，咱做努力要拍拼的这件代志，应该伫咧未来有机会会使促成。山本第二郎的铜像若会当转来高雄，毋但代表台日友好，市府表示上重要的是黄土水大师的作品会当亲像甘露水典藏伫台湾，甲珍贵的记录留落来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